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哋係 Canton。我哋 Canton 係致力於用最新嘅技術，配合埋 AI 去幫助少數族裔更加好咁去融入社會。我哋今次呢個 project 咧就叫做 Empower AI Lab。我哋會喺項目嘅期間一共提供40個 AI training course， 受惠嘅對象會係800個少數族裔人士。我哋嘅課程會涵蓋有衣食住行呢5個範疇作為一個引子，去教佢哋點樣去問同埋去用 AI 解決日常生活嘅問題。而目前我哋已經招募咗40個 EM Youth Ambassadors， 佢哋唔單止會係 involve 喺我哋呢個 program 裡面，亦都會有一個 mutual support group， 以1:5嘅形式去提供一個課後嘅支援。而喺推廣方面，我哋根據我哋過往嘅項目經驗，將會通過我哋30間 NGO 嘅 partners， 幫助我哋快速推廣同埋招募參加者。咁作為教育科技公司嘅本身，我哋係擅長於使用最新技術同埋 AI， 所以我哋可以提供到一個有效同埋更加易明嘅方式俾到學習者。咁最緊要嘅係我哋秉持住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嘅心態，我哋教佢哋嘅係點樣去用 AI 去解決佢哋遇到嘅問題。例如話佢哋遇到問題嘅時候，可以通過打字啦，或者如果佢唔識打字嘅話，就通過語音輸入嘅方式去問問題啦。又或者佢哋係遇到唔知點表達嘅畫面嘅時候，可以通過截圖嘅方式將佢嘅問題交俾 AI 去處理，然之後根據 AI 俾佢嘅指引，去逐步咁樣解決到佢遇到嘅問題。呢一種學習點樣同 AI 溝通嘅能力，先能夠長遠地去幫助佢哋點樣去解決遇到嘅問題，而唔係淨係涵蓋咗嘅嗰個範疇入邊嘅指定嘅 Apps 咁樣。咁希望咁樣可以長遠地去解決同埋縮窄到數碼鴻溝。我自己作為一個 EM， 見到我身邊嘅朋友或者親戚對科技唔係好熟悉啦。如果佢哋平時遇到啲問題，可能唔知可以問邊個。有啲小朋友返工返學冇得幫佢哋啦，所以佢哋都唔知點樣用或者可以問邊個。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哋推呢個 project 咧，會對佢哋好有用啦。可以平時唔識用嗰啲 apps 可以問翻 AI， 之後會搞到佢哋用翻平時冇用嘅 apps， 或者唔識即係唔肯用，因為唔識用。所以我覺得呢個 project 對佢哋好好，會好有幫助。咁希望我哋可以通過呢個計劃，提供更加多嘅支援同埋公平嘅學習機會俾少數族裔嘅社群。多謝大家。